像遐系叶牡丹，种像高丽菜哈。南方都系高丽菜。哈，唔系高丽菜，伊系立体有吗？嘿，该系块状哈。啊，还有8字口诀，讲一摆好啊。太耶，明白？系大厦，嘿，生嘅系蛋糕。哦，动强，好，安勇是有了解哦。好，大家好，欢迎收看维基百科。我是今日的讲师，会客室的蒋玉凤。今日通大家介绍花艺设计。今日你发现了没？好，今天呢，除了我在这边呢，还有3家同学呢，想要介绍一下了解这个花艺设计的部分。我请记者呢自我介绍一下。先生好，大家好，我是钟碧君。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冠。先生好，大家好，我是陈永田。3位同学用麦克发转起啊。有我母亲节时间对买花，送本阿妹安样。你着第一个发你会想买的时间，你会抢去插花，还是一束的花呢？来买迄本吉插，伊迄个玫瑰啊，还有伊迄个满天星，点缀都较好看的。插唔会熟起来啊？熟起来也唔免插。熟起来安样？我嘛迄先托恰甲样比熟起来。安样你唔是嘛？你是好托起来的嗰种系插的嗰种。应该是托起来，对不对？不过今日台底也通大家介绍花艺设计用买风格有绑起来的，也有用插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现在流行的系物界有咧美式的韩国有荷兰的荷兰花艺，还有法式的，韩国英式的用办款咧冇强用的地方呢？美式的佢好大地色彩，你会做得看到佢像枫叶的颜色麦子的颜色很美国嘛，麦田、冻豆有冇？佢受到大自然影响，佢整个设计的风格是非常大地色系的。安用，我哋用的花全世界荷兰出口系橘豆的，占80%佢系粉嫩色系的。所以你该荷兰佢系重视你还是点线面，你做得款佢你系线条有冇？然后它有一个庭园设计，安用呢？该法式法式其实好浪漫，你也看到该深紫色有冇？宫廷比较像我们去到法国的那个浪漫情怀。深紫色、暗色系那一种的话，这是法式的设计，但是加一点枫色的粉红色英式的是从个田园，去动到个庄园有冇英式的花茶有冇？个庄园其实又动到个花园其实田园风格。介绍了欧洲的国外的，你还介绍东方的。东方没有刻板印象该供奉神明系该流传下来的到咧下子演变从咧动豆种的冇强用，从中华花艺师用是看的，其实注重线条有冇我就会山水的感觉，又叫假山假水有冇的感觉池坊佢系你会看池坊佢感觉你又是应该看西洋花还是东洋花？您讲你用办款你是的枝比花多台提系东洋花花比枝多台提系西洋花用是都简单的先生，我想问该花艺设计迄物解花都做嚟插冇？像我就客家该油头花做嚟插冇，还唔得。其实呢，发是全部做的差是冇咁错，
我讲的幼钓法呢，其实离开佢原本的树枝生长环境了后呢，其实好结的枯萎我就讲插法是用切花啦哈，切花就是把它取下来的这一种花，切花是这个保水度有没有？好是好适合油桐花是冇买适合来插这个插花，佢的保水度冇暗好，嘿，然后又对佢的茎系好容易弯体去有冇？每你上时上讲会插个直的花艺设计，结果2-3个小时伊了后呢，其实按用弯体去，按是冇看啦，系按用，你平常按伐按多重，按用，但是你用来撒个花艺的时候。应该要用的土，因为伐有按多重，上来又动无共用。伐用冇共用的种类，还个冇共用的形制所以呢，我统一都介绍一下伐呢，佢从荷兰花艺有冇？其实是好注重点线面，乜个按到点线面，乜个东西就得形成点线面呢？通介绍一下好啊，像剑兰小木的是这什么？又该剑兰有吗？该系所谓的线状花，线状花。那你像马改你也设计的是些，你地你也走该好冲的设计，你是一定来卖到线性的花，懂吗？好等我看俩块状。可能毕业典礼的时节，动作该向日葵有吗？向日葵该什么？像该脸这么大，安样有吗？咱安用熊子的嘞，块状花，像俩系叶牡丹，种像高丽菜人发都系高丽菜，唔系高丽菜，佢系叶牡丹，叶子佢剥起来就很像牡丹花。一叶一叶安用其实冬天的时节，过年的时节冻喜气耶而且它可以耐久找个款咧面状的像咧火鹤有冇？有看火鹤安用动态的有冇面状？不过佢唔系立体的嘟嘟讲该叶牡丹佢系立体有冇？嘿，该系块状面状是。面积很大没有错，不过佢系薄薄的，薄薄的安样韩国天堂鸟有吗？天堂鸟给你开的时候是不是会打开来这样子？可是它也是薄薄的，薄薄安样呢？佢是面状的韩国又对您讲玫瑰韩国康乃馨、乒乓菊算球状，跟谁球状，或者是跟。雾状花比的话，它也可以说是点状，看你是跟什么比这样子。其实因为它是一个圆圈圈的感觉，这样子一个点也是一个圈嘛。球状花没空用，另外还有雾状花，就是从满天星、星辰刚才大家都有讲，很喜欢那个整束的花，有没有？整束花，那你看，通常我们都会看到它什么配什么，你们想一下。你想看，玫瑰花系嘛改配什么？基系属于哪一种配哪种？球状配雾状。错，为什么？插法呢？又有一个8字口诀：大朵压低。好，大朵压低，小朵跳高。基系用该玫瑰有吗？先做成一个形状，让你看出该形儿有吗？你只够用雾状就该用从旁边点缀，然后增加它的丰厚度。那这样子就介绍了一下各种花艺的用的时候，还有给点线面呐，还有8字口诀，讲一摆好啊。太耶，用吧？係大下，係細嘅蛋糕。動強，好。安用是有了解哦。有插花的时节花器是安用什么？有把重心先稳固，
啊，是像爱叫蹲马步有吗？把这2稍微按摩一下。你当成空手道哎，唔系啊，用音哎，按用抚摸，抚摸。先生啊，係一個問題想問咧，你若有看過藍色的玫瑰花，啊，佢嘛可以拿來插髮咩？你下藍色的玫瑰花，你下是凍到是用嘅染色，染色，係染色的，唔係本身咩嗰種品種，係唔係嗰種，你下嘅藍色有冇？其實好唔耐啊，因為佢唔係天然的嘛，你下是凍流行啦，用染色的技術又凍到種安樣。我就看過無色的嘛係染色的無色的是真是有啲品種哦，我未用過哦，有個霧色的個海芋，海芋沒有，其實唔係講真是霧，其實在它的品種裡面，佢係很深的字，唔係講真是霧色的。有些美诱因染色啦，不過天然的品種地位是有兩種的。先生啊，想問還有哪個去甲要考慮要插一盆花的條件呢？我都有講嘅大類細類嘅問題了後，還有顏色的問題。好，你係講顏色係互補，你就有看過個色環有冇？佢有互補色，有相近色有冇？母親節你唔是粉嫩色系，你是色環，你看起來你印象中大紅、粉紅加白，對不對？紅加白是粉紅，紅加了黑灰是什麼？那綠色有冇？都花一地杯呢，佢係無色彩，所以您講誒紅花配綠葉是絕對出色，佢係土地杯，佢是補個面積誒，佢唔，它會讓你放的顏色更顯現出來而已。襯多，嘿，你冇全部賣嘅暗風，風到不得了的風，冇個綠葉，你是沒有看出嘅細節啊。但係想問哦，個空間啊，係太細啊，會讓用動嘅人插花。我到通紅插花嘅時間，我第一件事情呢，其實為了佢講，你今日插咧花，係那專業不用來到，你先想一下，好，你冇講，你不係玄關就按樣玄關個空間按樣，你插咧按個專業不用來哦，你係該。你係作啊按色，唔好講插得按大盆，韓國你係空間嘅高度有冇？你係只注意顏色嘅比重，你係裝潢唔係太細平平哦，你係裝潢顏色讓你今日插嘅顏色又相同冇？按樣呢有關係。先生啊，佢花除了可以欣賞以外，還可以平常做乜嘅利用嗎？花你下係當流行嘅嘛個實用花卉有嗎？競爭了。唔係競爭卻上時期的呀。上時期，韓國嘅萬壽菊。萬壽菊在。萬壽菊煎蛋，煎完是凍好食哦。用個有個清香，泡茶咪凍好，菊花茶的定嘛，還有植物染，我有專門在種啲花，像個黑葉荔枝，我是荔枝田有嘛，唔過佢嘅葉子咪做得染布，凍漿，還用嘅唔聽。跟現場你拄較講的真正真經動向你呢。如果現場你做啲老來到看一下，看到的你嘅作品，還有等下做啲搞來到愛用板老插花插鋪。好，同大家介紹一下，那時候比較喜歡用一些特別的，就是除了髮以外呢，我還會用
不同的元素，好，你就看了木色的系嘛介啊，网有一种网子啊，种菜有吗？因为就不好看在种菜园艺有吗？该园艺的网子，然后请同学做成这个立体的，然后长用盖你也讲面状花有吗？啊，人家点状雾状的花啊，在线这个是块状的，可是它是线性的这样，然后配在这边简单的，然后有没有看到我们插花的时间花器是安用什么？有把重心先稳固是像那叫蹲马步有吗？嘿，你莫讲下面全部摸东西，上面就很多哈，那是另外一种设计美。你还嘛改啲啊？蓝花蓝花，不过咱的花器呢，还有一架做的架构，用嘛会做的呢。竹子看得出来，竹子锯，自己把它锯，然后另外这个一片一片的是印度紫檀，紫檀的种子一片一片呢。种子穿孔之后，然后穿铁丝把它做成这个花器。好，那还很普通的，我们说半月形，就是插一个像荷兰花艺，它有很多欧式花又动作基本型，有吗？基本型嘅新月形啊、逆梯形啊，那还新月形的。你看过我的花艺作品了后呢，你会动上来插花啊？有动上哈。好，等下我是来介绍咯。好，今日嘅我来介绍用了，你看，了系乜嘅呀？塑胶瓶，你係從養樂多安樣有冇？你係從了走蓋皱紋紙有冇？有。好，然後你可以這樣子皱紋紙，你也從安樣，你可以試看看。好，來，然後拉的時候就要放，拉放安樣。好，另外一邊你走的橫向好，安樣好，拉放。嘿，安樣好，你只在塑膠瓶，你沒走的，安樣包起來，有嗎？有。好，稍微在這最旁邊，倆合起來，了後縮起來。好，这样子，好，这边，那你可以，做得。按个你的花呢，多多爱都有讲啊，你系两种诶，哪会好大，哪会好细？大的那个好个大的，系啊，好细嘛，大的用板。大的不用带下，系细的不用当做。好，你系两种的呢，系文心兰，吼，插花的时间你会看了，你的花器，你的高度呢，系你的花器，你的用的2.5倍到1.5倍，你的用板比的，你按用比有冇1倍、1.5倍？你系用左手的啊？哦，唔对耶，好。剪的细节，小心你的手。阿用时不会，手扶着一下。好，它上面很多，虽然你很想雾状，对不对？这个很多侧枝的话，你可以把它稍微修一下。对，稍微修一下。其实插花的细节是给穿透感。好，找个木料桔梗，好，桔梗跟这个。茉莉叶都是关节花，马甲按到关节花，你看了，其实做得用熬的，嘿，那其实按用补叶走的，这样放下去，它这旁边的厚度，你如果说要把它做一个靠背，让它可以这样子站起来，不会东倒西歪，因此按用好就可以这样子，就有一个靠背，然后我们再来插主花。
那一样就是比一下。那通常就是如果花跟花的这个是一个距离，然后你再倒过来比一下它的长度。但是像这个花苞，对不对？花苞你是款俩，好，你想要它在哪里呈现就倒过来，放下去看一下是不是你要的高度。好，你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你设计的这个部分。那接下来就是可以戴这个雾状的这个孔雀，紫孔雀啊。不过紫孔雀记得你要通边你要绿色的，你要稍微弄掉一下叶子，日本机好强调这样子。不过按用很系这两种动重叠。抓的时间你是做得抓，不用好戴，不用戴还是？嘿，安尼就好在熬。啊嘿，剪贴机是做得好，通常不用讲。啊，你抓层次又出来吗？好，你先做一个靠背，然后第二层系文心兰，第三层系紫孔雀，有啊？有哈。你下看，你花像系花背呢？我咧系花像，你有看到我正面主花了咧嘛吼，你是看到这个花背的意思，转一下，你会个方向错咧，看得出啦？有哈，真是好。好，昨天是用咧银芽花啊，千日红，好，不用嘅。你做得做干燥花哦，转眼时间吼，你是做得，你会插落去的时间呢？你放落去的时间，你也会结啊！剪贴机，哈，剪贴机好啊，好，你试看。哦，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来看康乃馨有没有？康乃馨有时候我们拿到的时候啊，以后你们拿到的时候，如果要擦，可以先用我们爱手有吗？捏最多肉最软的地方。然后把这2稍微按摩一下，不去开花。你当成空手道唔系啊，用用你好，按用抚摸，按用，系啦，按起个，好，哎呀，好，紧嘅按摩就是长，好，然后再找一个地方把它放下去，按用我动这样。倒过来，然后再算你要插进去的走向，嘿，对，你要插在哪里，就从那边剪下去。他手要拿起来啊。那通常我们讲过，有结的地方和有叶子的地方要剪掉。好，通常喂，按用太一样了，你应该是再下来一点点。好，第一排吗？对。哦，很厉害哦，姐妹花啊，有没有是一样的呢？哦，有啊，你这个的话，下次就要再拉出来点，它有一点压到了。对啊，你的那个袖口可以拉开一点，对，袖口可以拉开一点，这样子就很漂亮咯。好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样子简单的，用我们喝饮料的罐子，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些包装纸啊，然后把它做的创意就可以完成咯。老师要不要评一下分数？应该是没办法。希望经营善界呢，全部有学到了花艺设计的基础啦哈。好那经营呢用个冇强用的素材呢，让大家介绍花艺设计。好，实安用咯，下次见。